继续来看汉光演习，今仔日第3天实施联合的火力射击。海军来让13年，在一处来发射到重型鱼雷，顺利甲敌人的军舰甲弹沉落海。蔡总统昨暝是困伫个恒春机场，早起一透早到屏东的九平基地，亲身来视导。 啊！嗰只航空飞弹向外海方向拍出去，冲入地顶。天宫3型飞弹嘛对咧升空，模拟敌军拍飞弹来。屏东九平基地发射5粒飞弹，哪早拢有拍到目标。正一名住伫恒春机场的总统蔡英文嘛伫现场视导。 那发射飞弹部署伫家己甲花莲 F-16战斗机、甲空军责任基地 IDF 战斗机嘛，伫进行一枚紧急升空模拟哪吒敌机。陆军航直部官兵伫新立县新埔国中集合，为直升机热挂弹甲热加油做好准备。 汉光演习第3天实施联合火力射击，国防部嘛公布，今年汉光演习进行2天的精华影片。P-34反舰机伫抢修后再度升空执行任务，海军的军舰嘛紧急出港保存战力，嘛强调国军预判敌军各种可能行动方案，进行操演，嘛向民众展现保家卫国坚定决心。